早上醒来，也许你会感到身体僵硬，午餐前你的精力似乎就已经消耗殆尽。有时候看着镜子，你会纳闷，原本拥有的体力到底去哪了？如果你年过60，你一定懂这个感觉，那种令人沮丧的感觉，庞佛你的肌肉正慢慢的无声无息地离你而去。但如果我告诉你，只要每天早上制作一杯简单的厨房饮品，经科学证实能对抗这种衰退，提升整日的活力，并闲坐，找回你以为永远失去的肌肉力量，你会怎么想？这不是关于昂贵的营养补充品，也不是累人的健身房课程，这是关于启动一个自然的生理开关，一个只有当你将3种非常具体、容易取得的成分组合成一杯温暖的早晨养生饮品时，才会被开启的微小开关。我说的不仅仅是感觉还好而已，我说的是拥有足够的力气，不需开口求助，就能转开那个紧得要命的罐头，是有精力跟孙子们玩耍，直到他们自己喊累，是有自信站得更挺，走得更远，活得更精彩。这份食谱中最强大的单一成分，竟是大多数人会丢弃或完全忽视的东西，而这正是这杯饮品对我们60岁以上族群如此有效的秘密。我们谈的不是什么速成的权宜之计，我们谈的是针对老化过程，从根本改变你身体，利用蛋白质并将食物转化为纯粹可用能量的方式。大多数人错误地认为关键只是多吃蛋白质，那只说对了一半的故事。对于长辈来说，这往往是错误的那一半。真正的魔力在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化合物，它能将你摄取的那少量蛋白质效益最大化。请跟着我，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详细解析这杯饮品是什么，为什么。如果你想找回体力，它必须成为你早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甚至会分享饮用的最佳时间，以达到最大效果。等到你听到名单上的第3个秘密成分，你会大吃一惊，因为那是最终将所有功效串联起来的关键。你真的只需几口，就能迎向一个更强壮、更有活力的自己。你好，我是陈医师。几十年来，我的工作一直专注于健康老化的科学，更重要的是帮助像您一样的人顺利度过60岁以后的生活，转变不只是优雅的老去，而是拥有真正充满活力的健康。我理解那些痛点、疲劳、僵硬、对跌倒的担忧，以及想要保持生活自理的单纯渴望。这是一种真实的恐惧，源自于50岁后开始迅速发生的肌肉量流失，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常说的肌少症前兆。但这个里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相，这种衰退是可逆的，或者至少你可以将其速度减缓到几乎停滞。问题在于，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体利用所摄取蛋白质的效率偏差了。试想一个生锈的引擎，就算你加入最好的燃料引擎，也无法正常运作。你需要一种强效的添加剂来清洁系统，让燃料再次有效率的燃烧。这杯简单的早晨饮品就是那种强效添加剂。这是一份经科学支持的营养蓝图，旨在重新开启那个效率开关。今天你不仅会学到食谱，你还将了解为什么肌肉会变弱，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才能再次变强，以及你可以从明天早上开始采取的确切简单行动来看到并感觉到差异。这些知识就是你的力量，是你重返每日强健与能干状态的途径。关于60岁后肌肉力量，我们必须了解的第一个关键事实是同化阻抗 （anabolic resistance）。这是一个专业术语，简单来说就是你的肌肉变得很顽固，不再听从生长和修复的信号，即使你吃了足够的蛋白质也一样。这就是你感到疲劳和虚弱的根本原因。你需要一种催化剂，
一种简单的物质来克服这一种顽固，它的名字叫做白氨酸 leucine。白氨酸是必需氨基酸的一种，也是肌肉生成的基础材料之一。它就像一个响亮的信号，告诉你的肌肉醒过来，并开始建造。大多数蛋白质来源都含有一些白氨酸，但含量不足以克服老年人的这种阻抗。我们的早晨饮品包含了一种浓缩的高生物利用率的来源，为什么？这对你现在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强烈的信号，你吃的每一餐，你尝试的每一杯蛋白昔都没有被充分利用，你做了努力，但你的身体却没有得到全部的好处。试想白氨酸是建筑工地的主任、工头，工人们和其他建筑材料都在那里，但在工头发出具体的开工指令之前，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这杯饮品确保每天早上这个指令都响亮而清晰。好处是立竿见影的，更好的利用率意味着同样的食物能转化为更多的力量，从而提高耐力，并减少一整天的疲劳。我们这杯强效的早晨饮品着重于结合3个核心元素，创造出一种协同效应，意味着它们在一起的效果远大于单独使用。让我们从第一个成分开始，它是肌肉建立的基础和动力来源，基础最纯净的蛋白质来源。第一种成分是非常高品质、易于吸收的蛋白粉，但不是随便拿种粉都行。我们需要一种特定类型，能提供我们刚才讨论的最大白氨酸负荷。对于长辈来说，最好的选择是水解胶原蛋白胜肽或高品质的分离乳清蛋白 Whey Protein Isolate。 请听我解释。我知道乳清蛋白有时会引起消化问题，但分离形式已经去除了大部分会刺激肠胃的乳糖，使其更容易消化。胶原蛋白也很棒，但分离乳清蛋白能提供最好、最快的白氨酸峰值来开启新的一天。你只需要大约1/4杯或1匙，这能提供你大约20克的肌肉，构建快胃。什么选择这种特定的蛋白质？因为它处理速度快，你的身体可以分解它，并几乎立即将这些重要的构建块发送到你的肌肉。早上，你的身体已经整晚进食，正准备好接收这些营养，立即向你的系统灌注高品质的蛋白质会，向你的肌肉发出巨大的信号，开始其修复和强化过程。这对全天的能量至关重要。这就像把高级燃料倒入空油箱一样。如何使用姜衣吃蛋白粉加入一杯温水、花草茶，甚至少量温牛奶中温热饮用，有助于你的胃准备、消化，并使粉末溶解得更顺滑。先别担心味道，我们会用第3种成分来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记住，这里的目标是快速输送那些关键的构建块。接着是放大器隐藏的代谢开关。你可能认为光有蛋白质就够了，其实不然。这正是这杯饮品真正令人惊喜的地方，也是它与普通早晨蛋白昔不同的地方。第2个成分是一种放大器，能提升身体将食物转化为能量的能力，同时有助于减少可能导致关节和肌肉疼痛的自然低度发炎肿胀。我说的是肉桂，但不是调料加上那种便宜的品种。你需要的是西兰肉桂 Ceylon Cinnamon。 西兰肉桂富含极佳的物质，能改善身体管理燃料的方式。当你的身体能更好地处理燃料时，你的能量崩溃次数就会减少，整天的能量会更稳定，肌肉也能得到更好的滋养。它实际上帮助你的细胞，包括你的肌肉细胞，打开大门，接受它们片强所需的营养。这就是隐藏的代谢开关。只需1茶匙高品质的西兰肉桂粉，它具有天然的甜味，没有普通肉桂那种强烈的苦味。但令人惊讶的是，西兰肉桂的好处不仅限于燃料管理，它是一种强大的天然舒缓剂。
意味着它有助于平息可能导致关节僵硬和肌肉酸痛的微妙内部发炎。通过减少这种刺激，你的活动会更自如，感觉不那么疼痛，自然会更倾向于活动。它为强壮、舒适的一天奠定了基础势，想它是你内部引擎的润滑油。你可能认为这2种组合就够了，但还不够，因为我们还没有添加必要的粘合剂来让这一切协同运作。这就是那个令人震惊的关键，被遗忘的纤维。等到你听到这第3个秘密成分，因为这是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健康专家，在设计针对银发族的营养方案时完全忽略的关键。第3个也是或许最至关重要的成分是菊糖，或称为菊苣纤维 （inulin）。Fiber 这不是那种只让你排便顺畅的纤维，这是一种特定的水溶性纤维，最常见的是从菊苣根中提取，它是肌肉构建营养素的最佳输送机制位。什么这令人震惊？因为菊苣纤维是一种益生质 （prebiotic）， 它不直接喂养你的肌肉，它喂养的是你消化系统中微小的有益居民益生菌。一个健康的体内环境与更好的营养吸收直接相关。当你的内部系统快乐且运作高效时，它能更好地分解并吸收蛋白粉中宝贵的白氨酸。本质上，菊苣纤维帮助你的身体从同一池蛋白质中获得更多的肌肉构建力量。此外，菊苣纤维有助于稍微减缓蛋白质的消化速度，为你的身体提供更长时间的稳定构建快流，防止最初的飙升和崩溃。这就是带给你整日肌肉力量和能量的原因。如果没有这种纤维，许多昂贵的蛋白质都被浪费了。我们使用大约1汤匙的菊苣纤维粉，它带有微甜的中性味道，在温热液体中溶解得非常完美。总结一下食谱1匙高品质易吸收的蛋白粉，推荐分离乳清蛋白1茶匙西兰肉桂粉，各1汤匙菊苣纤维粉，将其混合在大约240到300毫升8到10盎司的温水或花草茶中慢慢啜饮。理想情况下是在醒来后的30分钟内饮用。这个简单的动作在你吃第1顿饭之前就开始了逆转肌肉无力和提升能量的过程。现在你有了食谱，让我们看看实施技巧和那些让这一切变得生动的小故事。技巧1：时间的力量。对于这杯饮品，时间就是一切最佳饮用。时间我们称为早晨的黄金时刻，也就是醒来后的前30分钟内。在你吃丰盛的早餐之前，此时你的胃是空的，你的内部系统渴望营养，那些肌肉细胞正准备接收建造信号。如果你等到上午或是下午才喝，你的系统已经在忙着消化其他食物，信号就会被稀释。想想像秀兰阿姨这样的例子，她是一位68岁的客户，过去连爬楼梯这种基本任务都很吃力。她早餐都吃鸡蛋，但没什么改善。当她改变习惯，在吃鸡蛋前20分钟喝下这杯温热饮品的那一刻，一切都改变了。空腹时快速摄取白氨酸，启动了他的肌肉，而菊苣纤维和肉桂让他整个系统更有效率。在4周内，他告诉我，他可以一口气爬2层楼梯，而不需停下来休息。这个简单的时间调正造成了巨大的差异。技巧2：水分倍增器。别忘了，这杯饮品是以1杯温水或茶为基底，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适当的水分补充是肌肉力量和能量的无名英雄。即使是轻微的脱水，也会让你感到昏昏欲睡、虚弱和脑雾。当你已摄取240到300毫升的液体，开始新的一天时，你不仅获得了成分的好处，你还解决了长辈常见的一个大问题——慢性轻度脱水。
水分充足的肌肉才是强壮的肌肉，脱水的肌肉容易抽筋、疲劳和受伤。通过将这杯温热饮品作为你一天的第一个行动，你是一举两得，输送强大的肌肉营养素，并修正你的水分状态。这个简单的行为能立即提升思绪清晰度和身体能量，几天内就能明显感觉到。技巧3：运动协同效应。这杯饮品不是魔法，它是生物学，而生物学在被杠杆利用时效果最好。为了让这些成分真正建立力量，它们需要身体发出需要力量的信号。这意味着要将饮、品、与简单的运动结合起来。这不是叫你去跑马拉松，这意味着快走10分钟或做15分钟简单的肌力运动，譬如从椅子上起立坐下10次，或者做简单的墙壁伏地挺身。最好的计划是喝下这杯养生饮品，等待15分钟，然后进行你的运动。此时肌肉构建成分正在你的血液中循环，准备被调度。运动提供信号，营养提供资源。如果你不做运动，你的身体仍然会受益，但你无法最大化肌肉重建的潜力。这是一个基础的合作观，细营养加上行动等于转片。技巧4：持之以恒是解锁力量的关键。人们犯的最大错误是把它当作偶尔的享受，建立肌肉和提高代谢效率的生物过程，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你必须每天都做，试想它像一个储蓄账户。你不会因为存了一次钱就变富有，你是通过长期持续存钱而变富有的。为了让这杯饮品真正提供整日的肌肉力量和能量，你需要承诺至少坚持30天。菊苣纤维需要时间来培养更健康的内部环境，白氨酸需要时间来持续重建和修复肌肉组织。短期使用能提供微小的能量提升，但长期使用能提供结构性的转变。在手机上设个提醒，把这3种成分放在你的咖啡壶旁边，让它像刷牙一样自动化。现在来破解迷思。迷思1：蛋白粉的危险。有一个常见的误解，认为蛋白粉是一种人工的危险物质，只有健美选手才应该使用。这完全不是真的。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的胃产生的天然物质减少，难以分解，像大块牛排或复杂豆类料理这类全食物蛋白质。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长辈在吃了一顿富含蛋白质的大餐后会感到腹胀或疲倦的原因。高品质的分离蛋白粉，特别是分离乳清蛋白或胶原蛋白胜肽，本质上是一种预消化的食物，它被分解成简单的成分，你的身体只需极小的努力就能吸收。对于长辈的消化系统来说，这往往是获取那些必须肌肉够健快、最有效率且负担最小的方式。它是一种工具，不是化学药剂，而且是支持60岁后肌肉健康极其有效的工具。迷思2：只要多吃就好的错误观念。认为只要多吃肉或多吃蛋就能增加力量的信念，对长辈来说是误导的。如前所述，我们利用蛋白质的能力下降了，但更重要的是，吃大量高密度的蛋白质会增加肾脏负担，这对老年人来说是一个担忧。焦点应该从数量转移到品质和输送方式。这杯早晨饮品之所以出色，是因为它以容易吸收的形式提供高度针对性的最佳剂量，最重要的肌肉触发成分白氨酸，而不会用大量难消化的餐点让你的系统超载。你获得了最大的肌肉益处，却没有消化压力或吃太多的钱在负担。这就是所谓的巧劲，而不是蛮力。迷思3：能量饮料的错觉。许多人转向富含咖啡因的能量饮料或含糖汽水来对抗午后的疲惫。他们认为缺乏的能量可以通过快速的糖分冲击或兴奋剂来解决。
这是一种暂时的修正，会导致剧烈的崩溃，并且对稳定的能量水平和整体健康极其有害。真正可持续的整日能量来自稳定的燃料管理和强健高效的肌肉，蛋白质来自肉桂的代谢支持，以及来自菊苣纤维的缓释燃料管理的结合，通过稳定你身体的燃料来源，提供了真正的持久能量。你不是在人为地刺激你的系统，你是从根本上滋养它，从而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和真实的力量感。接下来是90天实施蓝图。为了让这个种转变持久，你需要一个简单可衡量的计划。这是专为每位60岁以上人士设计的行动蓝图，既简单又有效。第1到15天能量提升阶段，重点持续性含水分补充。行动：每天醒来30分钟内喝下你的温暖力量饮品。预期效果：在第1周内，你可能会感觉到稳定的能量，显则增加，脑雾减少。由于菊苣纤维的作用，你也可能会注意到排便变得更顺畅。这个阶段是关于修复你的基础能量和水分。第16到60天力量建立阶段，重点协同效应。行动继续，每天饮用。现在在喝完剂后立即加入15分钟的肌力运动，可以是简单的椅子、深蹲、墙壁、伏地、挺身，或者在走廊来回走几次。预期效果：你应该开始感觉到真实、可测量的身体变化。以前困难的事情会变得容易，例如提起买菜的袋子、开门、从低矮的椅子上站起来。你的衣服可能会更合身，姿势可能会改善，因为你的核心和腿部肌肉终于对输入做出了反应。第61到90天生活方式转变阶段，重点习惯堆叠和维持。行动：这杯饮品和运动现在是你日常生活中不可协商的一部分。在这个阶段，在下午晚些时候找第2个较小的蛋白质来源，譬如一把坚果或希腊优格，以保持动力并防止傍晚疲劳。预期效果：你的疲劳感应该会大幅减少。你不仅是在维持，你是在茁壮成长。你将有信心接受新的身体挑战，无论是园艺、舞蹈课，还是计划那趟你一直推迟的旅行。这就是新常态。想象一下，从现在起90天后，你走进一个房间，不再是带着担心平衡不稳的犹豫步伐，而是带着知道自己很强壮的坚定自信步伐。想象醒来时拥有的能量能持续到日落，而不仅仅是到中午。这不是幻想，这是持续应用简单、科学合理的营养所能达到的结果。你有力量停止甚至逆转力量的衰退。你的未来不是由虚弱定义的，而是由你今天所做的选择定义的。从明天早上开始，让你的第1口饮品成为迈向更强壮、更有活力、更独立生活的一步。如果你准备好找回你的力量，试试这杯简单的饮品，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年龄，以及拥有了新力量后，你希望更能做好的一件事。我会阅读每一则评论。如果这些资讯对你有帮助，请按赞这支影片，订阅我的频道，以获取更多科学支持的健康见解，并点击荧幕上现在显示的影片。它揭示了你今天就可以做的5个预防跌倒的小小平衡技巧。那是你新力量养生法的完美搭档。